尔克孜学家被抓捕，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有1名学者被当局抓捕。据悉，东突厥斯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斯开尔·尤努斯被中国警察带走并关进集中营。这名49岁的学者被捕原因尚未披露。大赦国际呼吁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将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第3轮审议。大赦国际组织发布新闻稿，敦促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国就大规模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情况作出真实回答。新闻稿指出，有100多万穆斯林被拘押在集中营里。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中美两国进入贸易战以后，中国经济增加放缓。中国当局表示希望修复两国关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碧南周六对记者说，中国愿意修复中美两国关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碧南强调，中方愿意透过平等、相互尊重的磋商与美方解决分歧，携手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欧盟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表示遗憾。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欧盟、英国、德国和法国表示，他们对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决定深表遗憾。声明说，我们对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决定深表遗憾。奥地利的移民协议讨论，奥地利执政的极右翼联合政府声明退出联合国移民协议，这引发了政府与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之间的辩论。范德贝伦说，退出该协议，该国的国际形象将受到损害。范德贝伦指出，奥地利接待了许多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因此强调不应该将该国的声誉置于危险之中。